今仔日是爸爸节，为着要让爸爸食出着健康，西里婚林基督教病院的营养团队向乡亲来推广地中海的食食，讲对抗发炎、对改善糖尿病、中风甲高血压，拢真有帮助。伫咧西里婚林基督教病院内底，营养师当伫咧向乡亲小解地中海食食的观念和好处，伊嘛准备几两项料理，有海产、青菜，看起来真好食款，希望民众会当食健康。我们油醋酱是用油、醋跟柠檬的部分去混合而成，热量又低，所以它们吃起来又清爽又可口。营养组主任讲，甲地中海食食分类出一个金字塔图，讲上底层的青菜果子爱食较济咧，啊那顶面的红肉像猪肉、牛肉就爱食较少咧。讲安尼食，身体就较袂发炎。整个饮食模式，它可以让我们身体比较不会发炎。太父亲节来，便顺续推广地中海食食，同时嘛提供相关菜单，互民众会让亲身煮料理，甲爸爸过一个特别的父亲节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